我哋可以咧利用健身房啊嗰啲器械拉筋㗎，將個人咧 L 型拉長，一隻手扶住嗰個鐵，另一隻手咧係要內旋嗰個肌肉下90擺喺身體後邊，係可以咧防止你縮咗前邊個膊頭啦，然後吸氣脹肚，呼氣放鬆，數10下。呢個咧係兩隻手一齊向前捉住，然後 L 型落，防止獅子背，慢慢咧推後個 pat pat， 應該係啦，好似 L 型咁，將你嗰個耳仔咧係兩手側邊。呢個咧就係一隻手喺上邊，一隻手喺下邊，兩邊扭。都係啦 ，L 型推 pat pat 向後，而係將個頭放喺兩手中間，盡量拉長兩邊嘅腰側。呢個係拉埋側腰嘅，由腋下側腰一路伸展。呢個仲簡單，捉住上邊嗰條通，兩邊扭，收腹呼吸，收側腰。